大家好，香港係一個好美麗嘅城市。如果我話香港係藝術之都，我相信冇乜人會反對㗎。因為喺我哋美麗嘅維多利亞港旁邊有我哋嘅藝術館，亦都有好多文化嘅展覽，有好多過往嘅出色大師都喺香港做過展覽。而我個人最喜愛嘅咧係中國嘅傳統藝術，而中國傳統藝術你哋負責嘅剪紙藝術咧，正正就係我哋最高殿堂嘅呈現啦。剪紙係一種國粹，簡單嘅一張紙，再加把鉸剪，喺你哋鬼斧神工底下，就會呈現出好多唔同嘅姿態。驟眼睇，仲以為係畫出嚟嘅添。而且咧，睇落好似剪開，但係其實又綿綿相連。你哋嘅作品咧，每次都會震撼住我嘅心靈。但係我知道每一個作品背後，你哋都需要一個好高嘅集中度去完成佢，而且每次揾題材應該都好唔容易嘅。所以我今日帶嚟一個好好嘅產品俾你哋，就係我哋公司推出嘅單車啦。我會建議你哋每個禮拜休息嘅時間，同你哋嘅屋企人踩住我哋公司嘅單車，喺你屋企附近嘅海邊或者單車徑或者公園去行下去走下。一嚟俾你舒緩一下你嘅肌肉，等你返工作嘅時候更高咁樣提高你嘅集中力。第二，好多時我哋傳統嘅作品吸引人嘅地方都係同家庭感情有關嘅作品，要做到貼地嘅作品，去揾題材同屋企人相處嘅情感，我認為就非常重要啦。踩住呢個單車同屋企人相處嘅點點滴滴，希望你記低佢，然後返落去你嘅工作，記錄落你嘅作品度，咁樣就自然無往而不利啦。而一架單車係需要平衡先能夠向前走嘅，而同一把鉸剪一樣，都係需要平衡。所以咧，睇到呢架單車嘅時候，希望都提醒住你，你做嘅作品要平衡技巧同埋情感嘅表達。只要做到咁樣，先至為之一個出色嘅藝術家。一個咁好嘅產品，今日已經為你準備好，一家三口加埋都只不過係2500蚊啫。咁好嘅產品，今日就馬上帶走啦！多謝你。